奇蹟 My Stroke of Insight， 作者吉爾泰勒。重新學習對於我嚟講係最困難嘅一件事，但係我媽媽吉吉係好仁慈嘅工頭，佢堅持我要學習，而且要學習閱讀。佢畀我一本書，書名係想要一個男孩的小狗，然後我哋兩個就一起進行呢個睇起上嚟好荒謬嘅任務，教我識別文字嘅意義。我當時完全唔懂佢點解可以認識嗰啲歪歪斜斜嘅線條有咩特別嘅意義。佢又話畀我聽，每一組嘅字母合起嚟就有特定嘅聲音，又有特別嘅意義。我嘅腦袋啊，你要完成幾多個呢啲咁嘅小任務先至可以學會閱讀呢？我喺閱讀嘅過程裏邊一再遇到麻煩，但係我嘅腦袋似乎每一日都顯現咗進步。每當我能夠順利大聲咁讀出一啲單字嘅時候，我哋就會慶祝一番。即使我其實唔係好了解嗰啲字嘅意思，隨住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去，我對成個故事嘅內容記憶越嚟越強。吉吉和我都知道，我哋要繼續努力奮進。你猜下，就算係去自助洗衣鋪，吉吉都會帶埋我一齊去，而且都係一個絕佳嘅復健過程。我哋會先喺屋企裏邊花一啲時間，將淺色同埋深色嘅衣服分開，然後小心咁裝喺個袋裏邊。嚟到洗衣鋪，我哋會將袋裏邊嘅衣物放喺洗衣槽裏邊。吉吉喺我嘅手心放咗3個銅幣，分別係2毫子同埋5分，同埋1毫子同埋5分嘅硬幣。我對錢嗰個時候一啲概念都冇。咁樣呢個又係佢教育我嘅機會啦。我腦袋裏邊負責通曉數目嘅細胞已經失靈啦，所以要我處理呢啲咁嘅硬幣咁抽象嘅嘢，實在係好難做。當媽媽問我1+1等於幾多，我停咗一陣，喺腦裏邊搜索咗好一陣，然後問乜嘢係1啊？我完全唔知道數字係乜嘢，更加唔好提錢啦。喺洗衣鋪裏邊，我跟吉吉有樣學樣，重複一啲動作。等到幾台洗衣機都差唔多時間停落嚟啦，我覺得無事可做，變成忙過不了。首先，我哋要將洗衣槽裏邊清空，然後送啲衣物落去乾衣機，又必須重新將重嘅衣物同埋輕嘅衣物分開。媽媽一邊做一邊同我解釋成個洗衣嘅流程，但係用我當時嘅精力嚟講，真係不可思議。
對於呢個咁艱難嘅流程，我覺得又迷惑又沮喪，只係想搵一個窿捐入去，偷偷咁舐下自己嘅傷口。邊個能夠體會得到去一次乾衣鋪、洗衣鋪可以激發到一個人咁大嘅恐慌情緒嘅呢？聖誕節就嚟到啦，媽媽要同我共度一個最簡單，但係亦都係最豐富嘅聖誕節。最重要嘅，我仍然活住，仍然有生命，而且正在康復之中，其他就冇所謂啦。等聖誕節過去，再過幾日，我就要走進麻州總醫院，等醫生切開我個頭顱。我嘅語言能力正喺度慢慢恢復之中。對於我嚟講，要親自多謝幾百位寄卡片嚟、信件嚟，同埋送花畀我嘅朋友，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我希望佢哋知道我仍然可以，希望多謝佢哋對我嘅關愛，並且期望佢哋為我接下嚟嘅手術代禱。於是乎，我就開始咗呢一樣感謝嘅工作。當我嘅感謝信息發出咗之後，我知道自己已經喺好多代禱嘅名單裏邊。我嘅代禱團由地方嘅教會到教廷都有，我可以感覺到大量嘅關愛向我傳嚟，我真係幾咁嘅感激。我萬分渴望喺我手術前能夠爬一次我屋企附近嘅小山坡，沿住我嘅屋企走上嗰個山坡，有幾英畝嘅山林地，裏邊有幾個細細嘅湖，佢一直係我神秘嘅園地。我時時喺落班之後到嗰度嘅叢林去散步，放鬆心情。手術前一日，我喺海里嘅陪伴下，慢慢咁爬上嗰個小山丘，實現咗我嘅夢想。我企喺山丘巨大原石嘅頂點，俯瞰波士頓嘅燈火。我喺微風中擺動身體，緩緩咁呼吸。不論第二日嘅手術結果係點樣，我呢一副身軀有住幾兆個健康嘅細胞嘅生命動力。中風以來，我第一次感覺到身體強壯到足以承受將要來臨嘅頭顱骨切開手術。